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教起針啦。我哋留個冷尾咧，大約2尺度。首先，我哋要打個半結，留返個圈，唔使太細嘅。將支針套落個圈度，我哋用隻手揸實2條冷，之後食指同埋拇指去撐起條冷，做成一個咁樣嘅手勢。將支針由上而下放落嚟，我哋而家開始起針。支針由拇指嘅底插上去，再將支針喺個食指上面插落去，去返拇指落去，之後放手拉緊條冷。我哋再嚟多次，揸實條冷，用食指同埋拇指撐開，支針由上而下放落嚟。第一下，支針喺拇指嘅由下面插上去，再轉返落去食指，到返拇指，放手拉緊條冷。如是者，我哋要起10針，揸緊條冷，拇指同埋食指叉去，放落嚟。拇指嗰邊開始由上面篤上去，再篤返落食指，之後係拇指，鬆手拉緊條冷。我哋要起10針，而家第5針，穿上去，喺食指嗰邊落嚟，再去返拇指，放手，拉冷，揸緊2條冷，放落嚟，穿上去，食指嗰邊落去。再去返拇指，放手，揸緊佢，拇指食指撐開，放落嚟，手指公下面穿上去，食指嗰邊篤落去，去返拇指。穿上去，食指嗰邊落去，去返拇指。好啦，點樣為之10針呢？大家可以喺支針嗰度呢數到有10個圈嘅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咁樣為之10針。